古早人是头壳刺，踮伫门前绣针子，若现代人是头壳伫咧耍手机。最近一个澳洲学者发觉讲，一寡少年家啊，头壳骨抑个阿妈滚骨相接的所在变做泡泡，那亲像是生骨刺共款。怀疑讲，这就是即马一寡少年家啊，不闪时头壳伫咧耍手机啊着的。咱台湾医生解说讲，车风机抑个有竖脊肌相接的所在会生骨刺，拢是因为筋肉一直挽扯引起发炎。临床嘛发觉讲，一寡查甫人共款有这款问题。那无代志就摕手机出来看，这已经是现代大部分的人的一个惯势啊。不过常常耍手机煞有可能会带来真严重的效果。最近有澳洲的生物理学家研究发现，真侪少年人的头骨后壁甲颔骨相接的所在，有生一个亲像角同款的骨刺，怀疑就是甲现代少年人常常压头耍手机有关系。其实这个骨刺跟我们临床膝盖造成骨刺或者是脊椎造成骨刺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种膝盖或者是脊椎造成骨刺往往是退化造成的，但是在这种年轻族群，它往往是因为那个肌肉拉扯。那造成的一个就是增生性的骨刺。研究人员发现，真侪18岁到30岁少年人，因为一直压头、筋肉变甲真硬，结果就造成伫壳表面的车缝肌，甲伫颔骨较深的所在、竖脊肌相接的所在发炎，生出来骨刺有的长度有要3公分。其实这样的患者其实不少。那的确，他们的工作形态或者是他平常的生活习惯，真的也都是比较常会做低头的一个动作。轻的男生，因为他们的力量比较大、比较强壮，那所以它造成这个地方拉扯多，那所以就产生比较大的骨刺。若是放咧不管，未来嘛有可能会引起颔骨的问题。医生提醒，就算因为工课爱长时间一直压头，上好嘛是做30-40分钟就起来活动一下。另外嘛会当加训练颔骨的筋肉，安尼就较袂生骨刺。记者综合报道。